大家好，國慶就過完啦，講開幾日啦，係時候復復盤。國慶之前得2日市，所以就冇做視頻。今日同埋嗰2日嘅一齊做。國慶前嗰2日冇我預計之中嗰種做一個比較深嘅回調，跟住再上翻嚟，而係喺盤中回調咗一小部分，跟住就拉翻上嚟啦。然後咧開盤之後第一日就拉咗1個基點，係一個好振奮人心嘅開門紅。感覺上呢啲都係一個意識滿滿嘅，但係第二日就即刻有啲回吐嘅壓力，所以感覺上上升嘅動力都唔係好強。最關鍵嘅就喺星期五晚，特朗普佢話要加中國100%嘅關稅，結果佢當晚美股都大跌。咁下星期 A 股開盤就肯定就唔好睇㗎啦。好多人呢就參照4月份嗰次關稅戰引起嘅大跌，認為都係短期嘅，好快會拉得上嚟。樂觀嘅甚至認為星期一都會收紅盤。我自己嘅判斷呢，就係跌就肯定會跌，但係應該唔會跌好多，因為國家都肯定會托住，所以聽日嘅唔會跌好多。但係之後會點走，會唔會快速咁拉翻上嚟，或者繼續走一個牛市嘅走勢？好關鍵嘅就係睇關稅嘅問題傾唔傾得掂。如果係傾唔掂，你話加100%，加到50%、30%，都會影響好大，個市嘅壓力會非常之大。但係我認為特朗普喺呢啲問題上面，經常都係越強就越弱。佢之前對於俄羅斯，包括之前對於中國，都係表現出佢軟弱嘅一面嘅。呢次我覺得都唔會例外，基本上到最後傾掂嘅機會都好大，只不過可能有一個過程。我喺 A 股方面呢，就基本上都滿倉嘅啦，就係上星期出咗隻神話。其實諗翻轉頭，喺開市第一日，日經指數升4個基點嘅時候，我揸住咁多嘅日經嘅 ETF， 我其實應該係出翻啲嘅，因為參照之前嗰個日經升咗4個基點之後，佢都係走咗一個連續咁回調嘅走勢嘅。呢次結果都係一樣，而且加埋呢個大利空嘅話，星期一可能將所有嘅升幅都回吐翻晒，都唔出奇。不過對於日經指數，我係比較有信心嘅，因為佢始終都係東亞裏邊比較穩陣，而且佢跌咗咁多年。而家先至收復翻以前嘅失地，唔會話做咁就算數嘅，仲會繼續升，我相信。最後講美股，美股呢一次利空大跌，其實有啲誇張嘅，納指跌多3點幾個點，佢淨係針對中國一個打關稅戰，正常呢個係唔使跌咁多嘅。之所以跌咁多，可能就係因為佢已經去到一個相對高位，有壓力。近呢1個月，納指上衝個動力其實已經唔係好足㗎啦，所以呢一次佢要跌，可能會借勢跌得多啲都唔出奇，但係跌得多啲可能對於我呢個係一個好消息嚟嘅，因為市場上面好多聲音都預期佢會係下跌，尤其是之前仲有好多機構透可話，只要一減息就利好出盡就會跌嘅啦。正正因為就有一部分都係看跌嘅聲音，所以實際上佢先唔會話真正跌，而只不過會做一個恰當嘅調整。因為美股之前就賣出咗啲 ETF， 所以咧係有一部分嘅倉位可以補倉嘅，所以我自己個人咧就希望佢可以適度跌多啲。反正我嘅主要倉位都係喺伯克希爾，跌都唔會跌得去邊嘅啦。假如日本方面跌得多嘅話，我都可能會適當咁買一部分上次睇過嗰啲餐飲股，可能都係少少地買個底倉。好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再見。